全部馬匹準備妥當第8場本地1級賽1000米嘅董事杯準備，黃旗舉起準備。 隨時起步啦！一開閘嘅時候咁啊，前面快啲嘅馬見到中間位置黃衫川河徑區㗎，響佢外邊呢，仲有聖眼光，中間火龍區黑衫黃帽呢，就係呢個步步穩內蘭勁飛寶啊！再跟住個大約第6、7位到啦，外邊呢，綠色衫就軍事攻略啊，內蘭位置仲見到呢，有呢個進鬥士，中間卡達勝紅心威龍㗎，後邊嘅馬呢，就係呢個戶外名區一言為定啊！尾三位置呢，就係魔法幻影啊，殿後一對內蘭灰馬加州萬里，中間呢，就係嗰隻自由好嚟㗎。 向住呢個咧就係1000米嘅段處進發啦，前面帶頭嘅馬咧就係呢隻聖眼光啊，軍事攻略咧咁啊喺呢個第2位喎，咁啊跟住後邊嘅第3內蘭位置川河徑區啊守住一個唔錯嘅位啊，再後邊嘅第4中間有呢個步步穩啊，內蘭勁飛寶啦，咁啊再響出邊位置咧仲見到火龍區啊，再後一踏嘅馬卡達勝，出邊就紅心威龍咧望空上咁多少咯喎，再後邊內蘭咧仲見到進鬥士，中間戶外名區啊，出邊魔法幻影跟住紅心威龍，你想啲咪我上啲咯，再後邊嘅馬呢，仲有自由好，亦都抽出去外邊3位尾3噶啦，尾二位置一言為定啊！蔡明少好定咁啊，加州萬里響包尾睇下佢點揾位啦。入直路嘅時候啦，前面透出嘅馬軍事攻略綠色衫走先啊，中間位置有呢個火龍區啊，外邊紅心威龍嘭嘭聲上緊嚟啊，再跟住後邊嘅馬呢，見到戶外名區追緊啦，埋邊位置仲有川河徑區啊，鬥到嚟最後200啦，紅心威龍唔該你騎佢2步啦，接嚟咗埋邊呢，有呢隻咧軍事攻略個幾身位啦，軍事攻略。 喺呢個第2位，大外檔上嚟，有呢個加州萬里自由行接近終點，紅心威龍贏呢個董事杯，第2名呢就係軍事攻略啊，第3名有加州萬里自由好，埋邊就係川河徑區啊。結果呢隻紅心威龍睇個200已經撳住都唔想俾啦，結果就贏到十分輕鬆啊！紅心威龍咁啊捧走呢個呢就係董事杯3冠大賽嘅頭關嚟㗎，十分輕鬆嘅姿態，狀態只不過係真係啱啱好啲嘅咋。軍事攻略第2，加州萬里第3啊！哦，呢啲又係表演賽啊！呢隻紅心威龍，哇，直路幾定啊！望空過晒，搞掂咁啊！跑第2係軍事攻略啦，第3咧就係呢一隻加州萬里，第4啊就係自由好1526。後上不及啦呢隻加州萬里。你飲你再快你都追唔到啦！今日嗰個你睇嗰啲段速咧，真係好難搞啊！偉達，哇，好少咁招積啊，有個1字。好啦，回顧下呢一場精彩嘅賽事啦。紅心威龍排咗7檔，你有你走。最緊要起步順利啊！你哋點啊？你哋自己去搞下。呢度慢慢攝。咁啊，前面走嘅我哋見到有川河徑區上埋嚟先，佢就唔會走嘅，因為聖眼光緊係扣你會帶住你走啦。軍事攻略見到盧海德轉翻出嚟走上嚟嘅喎嚇，即係呢一招又真係估佢唔到。呢個12檔今日跑過第2。即係一件事還一件事啊，係要讚下佢嘅嗱，今日都有到埋呢個位。係啊，魔法幻影捉啊捉唔到多啲啊，咁啊步步穩就冇咗上一次有個勁飛寶幫佢開路，咁今日呢個位我哋都可以接受啦，因為佢都真係一把年紀啦。其實阿柏寶已經好醒咁轉咗出去3搭㗎啦，有你冇你都走出去先㗎啦。當然啦，佢都會計嗰條數㗎啦。前面嗰隻佢魔法幻影佢係騎過，佢係知道㗎。你爆一段大佬，你俾佢走甩先，你梗係唔得啦。咁你仲要 handle 前面嗰幾隻喎。無思義啊，想睇有冇機會可以刪咗紅心威龍嗰度門咁啊睇下大家覺嚇得蔡明少去到呢度嘅走位會唔會好啦？OK 㗎都 OK 喎，係嘛？係啊，我都俾幾高分佢呢場嘅走位。好順啊！佢出嚟嘅時候，咁啊騎行再撻呢啲你追唔到，因為前邊嗰啲做得仲快㗎嘛。不過呢隻馬有個性啊，佢就係如果佢一隻馬開邊衝咧，可能佢真係冇衝得咁過癮，佢係要喺中間啊捐咧，佢就特別行啊。佢越飛係越出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選擇裏邊，今日可能會塞啊。其實頭先直路上都逼逼夾夾嗰個位。哇！
第8場賽事嘅呢個分段時間啊，頭段25秒05，第二段23秒88，第三段23秒52，末段時間22秒48，總時間1分34秒93，慢個標準時間6線3。